求菩萨赐我一子，若贱妾能为永平侯府诞下后嗣，就是死也瞑目了。请嬷嬷放心，弘文寺建在风水宝地上，贵人在此祈福，必能得偿所愿。劳大师费心了。能嫁到侯府给侯爷冲喜是你的福气。卦象说，只要你怀上儿子，就能破凶星，助侯爷病愈回春。你要好好清修，诚心祈福。嬷嬷说的是，我一定日夜焚香，祈求侯爷长命百岁，喜得灵儿。2个月后会有人接你回府检查身孕，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别耍什么花招。区区商户，身份卑贱，却长着一张如此妖媚的脸。等孩子生下来就交给夫人养，把你发卖了，省得你勾引侯爷。废话这么多，贵得我腿疼。小姐，你人善心慈，一定会得偿所愿的，说不定侯爷明天就好起来了。呸！那个恶心人的老登，七老八十了，竟然还找年轻小姑娘冲喜，赶紧去死！爹，你好狠的心，把我送给将死之人做妾，我宁死也不从。小姐，小姐，快来人啊！快去请大夫！小姐，这是在哪儿？我穿越了，原神就这么被逼死，而我恰好车祸穿越过来，代替他被送进洞房。那老登瘫在床上昏迷不醒，根本不能行人事。我就算在这里祈福100年，也不可能凭空会生孩子。那我们在这里祈福是？菩萨，我刚刚说的都不算，求你保佑病魔早日战胜老登，我借此上位吃他绝户。这一世荣华富贵，躺着数钱。若我得偿所愿，必定为您再塑金身。可要是侯爷死了，小姐又没怀上孩子，还怎么荣华富贵？这种事当然要找身体健康、肤白貌美的来啊。放心，我一定在2个月之内怀上孩子。哇，好多男人啊！当然，这里拜的是文曲星，这些读书人都想求功名。小姐，咱们到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找男人。这个不错，这个真不错，就他了。可是，小姐，这书生看上去是个白丁，并无特别。小姐为何就是要白丁？借种这种事，找个没身份的更好拿捏。达官显贵我可惹不起，到时候缠上我了，我不好脱身。小姐，唐突姑娘了。是我自己不当心。公子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只可惜姑娘的钗。一求无价宝，钗还不过身外之物。我来此祈福，只为盼得良缘，不知何时才能让我觅得有情郎。不如我拿去修好，再还给姑娘吧。好啊，我一个人在此清修暂住。今晚公子可以来佛堂后的厢房找我。晚上？啊，我与公子一见如故，公子既为我补钗，我岂能让公子空着手回？傍晚寺里会制平安符，我想去为公子讨一个。原来如此，那小生在此谢过。小小书生，小姐，我总觉得你有些不一样了。从前你不会这样大胆的。穿越前我忙着打工，母胎单身28年，现在有机会重活一世，当然走肆一走。玉芝，千万别被那些教条给骗了。男人3妻4妾，凭什么要求我们女人从一而终？玉芝的命是逃荒路上被小姐捡回来的，小姐做什么我都支持。那，你帮我去办件事。太子饶命！
见过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给我个机会吧！我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才收了丽贵妃的钱，透露您的行踪的。晚了。周全，太傅的信送到了吗？你即刻启程去一趟灵州，将此信物送给平阳王，要快。今晚公子可以来佛堂后的厢房找我。殿下，现在去要明日才能到。怎么，你还有别的事？卑职不敢，卑职受命辅佐太子殿下，定不辱使命。殿下，太傅举荐的这个书生看上去似乎平平无奇。太傅信上说他为人忠诚，且有过目不忘的本事。由他来传递消息，不怕被人截获。原来如此，通知林统领，叫他今夜来佛堂后的厢房见我。小姐，东西搞到了。好样的，你真棒！小姐，有了这个东西，那书生不从也得从。哎，别这么说，我还是很怜香惜玉的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这种手段。走。殿下，禁军已部署好，就等您一声令下，便可直取中殿。好，丽贵妃自作聪明，让您久驻空文寺为帝君祈福，好让他抢占先机，却不想离开皇宫，是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部署机会。我佯装病弱多年，又久驻空文寺，他早已放松警惕，离祈福期满还有2个月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们的谋划绝不能出差错。公子，你在里面吗？我进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是？美人计？你不认识我？我该认识你吗？刚刚我和林聪的密谈，他听见了吗？我不过是一书生，见姑娘投怀送抱，想问是否认错人了？来都来了，这个更是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公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你我何必交换性命？虽然我牡丹28年，但是我伯洛龙江红旗，什么花样套路我没见过，小样，撩不死你。姑娘，请你自重，这女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还敢不从？哇，这大胸肌，这公狗腰，这3分冷酷4分金贵的面庞，这不就是小说必吃款吗？不白来，这波真不白来。小说里也没写男人的衣服这么难脱啊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好汉饶命，没人派我来。这个女人上来就动手动脚，摸来摸去，难道是丽贵妃疑心我装病，派她来一探虚实？既无人指使，为何上来就暗算我？不是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滚，行吗？话里全是漏洞，要么是蠢，要么是故意迷惑，先留活口，探探虚实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那书生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别提了，
你在哪儿买的迷药？就山下的黑心药铺啊！卖假药的死奸商，必须退钱！这些年接连不断的行刺，逼得我日夜防备。这次还好有住持赠予的辟毒珠。殿下，刚刚那女子是何人？您就这么放她走了？我在这住了2年，寺里无人不知，这院落四周全是暗卫，无人敢闯。她敢如此冲进来，你觉得她会是普通女子吗？是厉贵妃派来的细作，竟然用美人计，看来我在她眼中的确是昏庸之辈。那殿下是打算将计就计，放她出去，看她接下来到底想玩什么花样，也好一探虚实。不愧是殿下，想的就是远。殿下，安神香已点上，您该就寝了。不用了，我去找住持下棋。星楼，你去查查那女子的身份底细。殿下已经几个月未曾好好就寝了。李公公，风雨欲来，殿下他难以入睡也是正常。我跟你个莽夫说不明白，人心里这根弦绷太紧是会出事儿的。我才不管你们什么大业，我的职责就是要把殿下照顾好。对了，你们刚刚在说什么美人计？厉贵妃派来的，这么长的腿，这么细的腰，妖里妖气，这似乎不像厉贵妃的手笔啊。这颜值，这身材，哪个男人看了不心动？不应该啊，一定是我昨晚太唐突了。毕竟临时换了人，也没个铺垫，所以那帅哥书生觉得我来者不善。小姐，用午膳了。顿顿吃这些斋菜，眼睛都吃绿了。其实我也是，男人吃不到，肉也吃不到，我才不要过这样的日子。我要吃肉，还要喝酒。走，我们出去嗨一顿。不行啊，小姐，秦嬷嬷交代了寺里不让你出去。怕什么？不走正门，咱们翻墙。不愧是小姐，主意就是多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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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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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殿下，出去！星楼，属下在。让你去查的人查清楚没有？殿下，暂时只查到那女子名叫孟婉婉，年20，刚来寺内常住清修。护院的小和尚说，她的住所是永安侯府安排的。永安侯，此女乱我心智，断不可再留。我来看看我家贵人，给他送点衣裳。请进，孟施主一直在香客房里。殿下才睡了2个时辰就不睡了。殿下有心事了。心事？什么心事啊？永安侯本人年事已高，并无实权，平日和厉贵妃一党也甚少往来，难道也倒向厉贵妃了吗？果然形迹可疑。这顿吃的真爽。嗨，这么巧啊！跟踪我也能露相，这么蠢的人，真的能当戏做？干什么？她就是昨天那个可疑的女色鬼。你别急，等咱家先看看情况。公子，你还在生昨天的气呢？永安侯府的那位施主不见了，秦嬷嬷要求搜院，快去找找。找过了，没有。这个院子不是还没搜吗？坏了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
到处都搜过了，的确没见到孟施主，但门房也确实没见到他出去。这个小贱人果然不安分，难道是在庙里和人私会？侯爷的血脉可不能出错。那前面的院子不是还没搜吗？那院子靠近太子居处，太子殿下不喜喧哗，所以少有人去。还是劳烦大师领路去前面的院子，我看一眼就走，应该不会打扰到太子殿下吧？好，这边请。哟，秦嬷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敢问？这么晚了，你不老实待在自己房中，跑到这里做什么？我听人说手抄佛经供奉方显虔诚，所以特意找了个清净地抄写，这也不行吗？公子，你快藏起来！我为何要藏？哎呀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先跟我进来。你想都不要想，我堂堂当朝太子，居然被这女人塞到桌下，要不现在就把她杀了。原身本来就是嫁来冲喜的工具人，如果让他们发现我溜悄过寺庙，又夜里和男子共处一地，我就完蛋了。嬷嬷既然觉得不妥，我就先随嬷嬷一起回房吧。你个小蹄子，鬼鬼祟祟！我看你是藏了男人在这房里吧？冤枉，我没有啊。没有？你深夜外出，只怕是耐不住寂寞，想在外面偷吃吧？想偷吃是没错，但我根本还没吃到啊。秦嬷嬷，我好歹也是主子，之前你没大没小就算了，如今竟然还无凭无据，空口诬陷我偷人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主子，我的主子是侯爷明媒正娶的正头夫人，你个出身低微的小贱人，也配自称我的主子？你是夫人的人没错，但我也是侯爷的人。若你想搜便搜，是不把侯爷放在眼里吗？这女人是和永安侯府的人一起在做戏给我看吗？刚刚是不是有声音？你们听见笑声了吗？哪有什么声音？秦嬷嬷，你是疑心生暗鬼，听错了吧？我刚刚分明听见有男人的笑声。说，野男人在哪儿？这屋中分明只有我和玉芝，哪来的男人？是的，真的没男人。这小贱人一旦怀孕，就是侯府独子，是侯爷唯一的血脉，断不能有一丝疑点。今天这个地方我搜定了，侯爷那边我自会回禀。要是让我搜出来你夜会男子，你知道后果。演得还有模有样，既然如此，我来给你加点戏。大哥，你别动啊！你想害死我？刚刚这桌子是不是动了？没有，你看错了，真的看错了。是的，秦嬷嬷，你真的看错了。闭嘴！这桌子分明动了。何人在此喧哗，惊扰太子殿下？老身只是来看望家人，并非有意惊扰。大胆，扰了太子殿下清修，还弃此狡辩！来人，把这老妇杖责20棍，再赶出寺庙。什么？求殿下饶了我吧！殿下恕罪啊！天哪，怎么还找到太子了？他不会也要赏我一顿棍子吧？走了。我先回去了，万一那太子不解气，一会儿把我也打一顿，我就惨了。你就住这儿对吗？我过2天再来找你。他这是在欲擒故纵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刚真以为自己也要被拉出去挨打。秦嬷嬷被打得老惨了，都走不了路，2个小丫鬟背她回去的。这穿
看到古代也不太好混啊，达官贵人一句话就有可能小命不保。玉芝，太子为何住在寺庙里？你知道吗？听说太子体弱又不得圣心，帝君病重后，厉怪妃命他在此处清修祈福，无诏不得入宫。他已经住了快2年了。那他这太子当的也挺不如意的。是啊，元后张氏死后，帝君独宠厉贵妃，他当然是想扶持自己的儿子登基。我还听说元后的死和厉贵妃脱不了干系，太子的脾气也因此变得阴晴淡定。难怪厉贵妃要百般提防，还把他赶到庙里来。杀母之仇，这谁能忍？太子肯定恨极了他。哎，别管这些达官贵人的八卦，秦嬷嬷今天挨了一顿好打，下次见面肯定也要加倍为难。不行，我得抓紧点，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，得多物色几个人。厉贵妃有话转你，你小心点，切勿让太子发现你和我们联系。放心，我在太子身边多年，早已取得他的信任。殿下，厉贵妃又派人送信来了。厉贵妃极怕我有所谋，又多方刺探，那我便更加病弱一些。请殿下明示。我称病多年，脉案都是伪造的，他早已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如今忽然来刺探，无非是怕我身体又有起色。我们把戏做足一点，你去找妙诀主持，告诉他我突发新症，要便请名医。奴才遵命，这就去办。小姐，那个怎么样？看上去有点虚。那个呢？长得像被炮仗炸过，实在下不去嘴。哎，那个长得还行，算了，太矮了，影响孩子身高。怎么找个顺眼的这么难？看来看去都比不上那个帅哥舒适。那身材，那五官，不行，还得是他。玉芝，走，回屋替我梳妆一下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霸王硬上弓。什么？太子病重？听闻空文寺派了好几个和尚下山请大夫看诊，都说治不好了。司行云这个药下子，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病重？主子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看陛下是撑不了多久了，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掉以轻心。太子这回的病是真是假，还得派人去查探一下。殿下，院子里所有的暗卫都撤走了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消息已经散出去了。厉贵妃必定要派人来查探，守得太严反而不好。是，那我就守在殿外。妈呀，还有守门的！你是书童还是随从？你家公子呢？殿下说不要守得太紧，那这女色鬼我到底要不要放进去？你是哑巴？你才哑巴！不是哑巴就不是哑巴，对我们小姐这么大声干嘛？我们公子身体抱恙，不方便见客，你们赶紧离开。抱恙，那就是没有还手之力了。玉芝，给我拿下他。是。笑话，我堂堂好大的力气，这是什么怪药啊？这家伙还挺有钱，这么有钱，长得又帅，赚翻了。这么快就派人试探，屋内一个，屋里一个，厉贵妃果然起疑了。公子，你生病了？太子体虚，搜罗名贵药材入狱，仍整夜难寐，遂召一轻浮女子入内服侍。屋里这个是试探，屋外那个在记录，好一出里应外合。公子既然不舒服，不如让我来照顾你，就当答谢你那天替我遮掩行踪吧。哦，是吗？当然，我很会照顾人的。公子哪里不舒服呢？是这里呢，还是这里呢？又想趁机试探我身体有无病报。轻浮女子举止大胆，如狼似虎，太子一丝不敌，难以冷静。脉象好伪造，但这女人要是再这样查探下去，
很快会发现我身体并无病症。你到底哪里抱恙啊？该不会是那方面吧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有难言之隐，所以才每次都恼羞成怒。他在挑衅我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身材，这么俊的脸，居然不……你怎么打什么都是一拳啊？哼，休想进去坏我家小姐的好事！好可恶的女人！你这症状多久了？冷静，不要上她的当。我有心症，要靠汤浴暖身才能入睡罢了。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？原来是心脏功能不好导致的。轻浮女子所求不得，太子竟因心症严重而不能行房，被轻浮女子嘲笑，大怒。没事儿，你这种是可以治的。难道你还懂医术？不懂，电视上看过。略懂一点皮毛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弄点特效补药来。要是治好了，你可得好好报答我。不劳你费心了，我这是顽疾，大夫都说治不好了。这寺庙附近的黑心药铺多着呢，说不定给你看的也是庸医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要不让我先看看。听见了吗？这心跳感觉是有点严重。我这身子骨只怕是药石难医了。天生的？家中变故所致，许多年了，积重难返。原来他真的病得很重，我居然还整天想着怎么逼他就范，还老占他便宜，我简直太不是东西了。没事的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总能寻到一点办法。轻浮女子霸王硬上弓，竟将太子压在身下，狠狠玩弄。怎么还坐在病人身上呢？真是。是我的随身短刀。哦。睡觉还带什么刀呢？你放心，在你好之前，我绝不会再逼迫你了。你好好养病。假意示好，他这又是什么新招数？轻浮女子强行所求，太子不敌，但两人未及半刻便结束，女子拂袖而去，太子面色沉郁，十分窝囊。记录的真全面，这下可以和贵妃娘娘交差了。玉芝，我们走。好嘞，小姐。哎，等下，先把我放了啊！喂。太子身子骨当真如此虚弱，连行人事都不能了？那探子说千真万确，亲眼所见。都病成这样了，还不忘贪恋美色，也不怕死在床上。去，叫太医取鹿血虎骨酒来。太子身体虚弱，本宫为表关怀，特赐给他暖身。娘娘，您的意思是添一把火？他多年病弱，早已是一副空壳。鹿血虎骨酒药效猛烈，寻常男子都受不了。就当本宫成全他，让他牡丹花下死。既死得不体面，那些朝臣也不敢细查。娘娘英明。殿下，我查清楚那孟婉婉的来龙去脉了。之前叫你查，查得很慢。昨天让人家丫头打了一顿，立刻就查清楚了。那孟婉婉竟是永安侯辛纳的妾室，住在寺内是为了祈福求子，为期2个月。妾室，她竟是有夫之妇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哦，我懂了，肯定是丽贵妃为了让您放松警惕安排的。永安侯膝下无子，为表求子心切，故意让孟婉婉在寺内祈福勾引您。奴才愚见，
这不像丽贵妃的手笔，安插美人在您身边，何须多此一举，给她一个侯爵小妾的身份？就说是义女，都比小妾要合规矩。因此，早些时候，奴才也已派人去永安侯府打听过，这孟婉婉是外来商户之女，远嫁而来，和丽贵妃之间确实并无联系。且永安侯年事已高，瘫痪在床，并不能行人事。哦，若他真与丽贵妃无关，那他岂不是把咱们殿下当成求子的工具了？你快闭嘴吧！这位孟姑娘未必是心甘情愿嫁进侯府的。那天永安侯府来的恶婆子也不像演的，她在侯府的处境似乎并不好，说不定她是被逼的呢。好了，既查清楚他与丽贵妃无关，日后不许再放他进来。你们都退下吧。那孟婉婉成天鬼鬼祟祟，真的不是细作。还有为何殿下被当成借子的工具，也不生气。你这个木头脑袋，但凡你能开窍一点，殿下昨晚也不会又一整宿没睡。这下好，被你一说，今晚看来也没得睡了。又不是我不让他睡觉。小姐，咱们不是要抓紧时间怀孩子吗？怎么变成照顾人了？对啊，没办法，能用的不帅，帅的不能用。万一他好了，还能备用，怎么样我都不吃亏。我还不知道小姐懂医术呢。传来之前，给家里心脏病的长辈买药买的就是这些，药方我都背下来了，没想到还能用上。这个药可是我潜心研究的，就算补偿他之前对我的多番容忍吧。不过就送一次，就送这一次，时间不等人，明日我再去寻觅其他人选，我就不信找不到第二个。丽母妃有何事？贵妃娘娘听闻殿下近日心症发作，怕冷畏风，特赐暖身酒给殿下滋补。劳丽母妃费心了，我正需要此物。那太子殿下慢慢享用，奴才告退了。又是你，怪力丫鬟！有心症还喝酒，香的酒啊，这可比外面酒肆里的酒要高级多了。这2天又是粗茶淡饭，给我馋坏了。你怎么又进来了？我不是说过要来给你送药吗？这里是我煎好的一副药方，我写好了，你以后照着这个药抓，肯定会好转的。这么说，你以后不来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是觉得我不行，马上就要去找别人求子了。是的，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忙。他要去找谁求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苦心谋划多年，如今正是最紧要的关头，应以大业为重，怎可因为永安侯的小妾乱了心智？你走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桌上的酒我尝了2口，太烈了，你喝药要忌口，不如我带走吧。你刚刚喝了这酒，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孟婉婉又溜进殿下房中了，还让他的丫鬟把我打晕。李公公，快陪我去把他们抓出来。你是说他现在和殿下2个人在
房中单独相处。对啊，先别说了，快走吧。真是不怕手下笨，就怕手下又笨又勤快。不就喝了你一口酒，至于这么小气吗？你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你就喝，万一有毒呢？谁没事在酒里下毒？哇，好热，真的好热啊！你这酒里真有毒啊？没毒，不过是加了许多令人血气沸腾的药。血气沸腾？什么意思？难道是……男女之间若不能行事，饮此酒可助兴。看不出来，这个表面的清心寡悟，背地里竟偷喝印度神油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不会欲求不满，包体而亡吧？哎呀，那种感觉又来了。没有那么严重，你在此休息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你就准备这么一走了之了吗？你在此休息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你就准备这么一走了之了吗？不准走！我是因为你的酒才这样的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你要怎么负责？要不你也喝一口，强行启动一下你的那个地方。什么强行启动？你放肆！我不行了，热浪一波更比一波强，我好难受。你在此等候，我去叫大夫来，看看有没有办法缓解。我不要别人，就要你。孟婉婉，住手！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怎么一觉醒来天还没亮？到底又是谁偷袭我？错了，已经过去了1天1夜。什么？你怎么不叫我？殿下没问我去哪儿吗？殿下一直没出来呢，看样子他这次能睡个好觉了。这狗男人不是不行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凶猛，折腾了我1天1夜？难道是偷偷喝药酒了？这也太有钱了。这好像是宫廷物品。何人在此喧哗，惊扰太子殿下？听说太子体弱，又不得圣心。帝君病重后，厉怪妃命他在此处清修祈福，无诏不得入宫。他已经住了快2年了。你是太子？他似乎很害怕我的真实身份。不是，我名叫张云，是太子伴读。怎么，你很怕太子？听说他脾气孤僻古怪，阴晴不定，因为先皇后的事，连帝君都敢忤逆。是吗？外界都是这么传言的吗？传言归传言，亲生母亲冤死，任谁都难平此命。我要是他，我直接反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别跟太子说我议论他。对了，你是太子伴读，那你家世应该不低吧？算是吧。太傅张青是我远亲。这种身份不是我能惹得起的，睡他几次就要趁早跑路了。又在打什么算盘？没有啊，我在想，你真厉害。不是吧？又要来？
殿下，周全回来了，已经在外等候多时。这公子，哎，说好的3局2胜，下次一定。怎么样，小姐？快跑！再这么下去，我要没命了！咦，你是？我不是，你认错了哈。殿下，卑职此去截获重要情报，关西王与丽贵妃母家密联，应允丽贵妃一旦帝君驾崩，关西王随时带兵进京擒母。关西王，丽贵妃把希望做在他身上，真是蜀中无大将，我们的时机到了。平阳王已先遣精兵在关西军回京的主要关隘埋伏，一旦关西军有异动，格杀勿论。另有一份布防图，卑职已墨记下图样。原样画出来。卑职不知哪里惹怒殿下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刚刚那女子，你认识？卑职不知那位姑娘是谁，只在寺庙偶遇过一次。我碰坏了她的钗，她约我在佛堂后的厢房取钗。哦，我又知道了。闭嘴！但卑职并未赴约，卑职一心只想着为殿下办事，赶去灵州了。那孟婉婉竟是永安侯辛纳的妾室，住在寺内是为了祈福求子，为期2个月。公子，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滚，行吗？岂有此理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为何前面如此热闹？今日是秋收节啊，要放灯祈求来年丰收。姑娘，你忘了？当然没忘。走，那咱们也去看看。秋风起，收获时节到，秋收节的第一盏灯交给太子殿下了。愿天下太平，国祚绵长。太子殿下的心愿必能达成。传来这里后，就一直关在寺庙里，还没看过热闹呢。张云，这狗男人怎么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？殿下，刚刚孟婉婉好像和您打招呼了。怎么，她打招呼我就得回应吗？这可恶的女人，找人借住，第一选择竟还不是我。要不要一起放灯呀？小姐，可以祈福了。一起放吧。你许愿为什么要我放？因为这是求子的灯啊。住持说，求子的2人一起放更灵效。你这个准孩子爸当然要一起。你随便找个样貌端正的书生都行，又不是非我不可。原来他知道了我是侯府小妾，还找男人求子的事情了。不过他这个样子是吃醋了。你家公子挺嚣张啊，敢不理我们小姐？你家小姐也挺大胆，敢得罪我家公子。我家公子可是什么？我家公子可是玉树临风，翩翩君子，岂会陈年女色？切，那可由不得他。缘分的事，我怎能预知呢？遇见你之后，我便只有你了。果然哄男人就跟哄小孩一样，用到儿童心理学就可以了。那侯府和我，你如何选？
侯府与我不过是囚笼，怎么能和你比？你很喜欢这些过节用的小玩意儿？从前没有机会好好过日子，现在想好好体验一下。以前不是忙着上学就是打工，还没活够就结束了。那便依你。求菩萨赐我一子，顺利袭爵，让我后半辈子富贵无忧，游山玩水，躺着数钱。你放心，待我事成之后，会将你接到身边，区区永安侯府，抄了便是。好了吗？学好了。这是我的随身之物，你带着，不要摘下来。这不会是给我的定情信物吧？可惜我没法给你名分。贵人，永安侯夫人来访，请您立刻回香客房。找麻烦的来了。那个，我有事先回去了，你慢慢玩。叫妙诀来见我。夫人，你信我，那贱蹄子的确不安分，只可惜上次我没能抓到他的把柄。哼，一个买来冲喜的贱妾竟敢在外招摇，要是让我抓到他德行不端，非得活活打死他。夫人请留步，孟施主帮住持放灯去了，请您在此稍后。谁准许那个贱蹄子去放灯的？我们侯府是要你们空文寺看着他，让他老实待在房中，不是花钱送他来享乐的。住持说，今日秋收节，人人都可前去祈福，何况孟施主并未有其他举动，只是放灯。夫人何必如此疾言厉死？你个秃驴，还敢教训我？信不信我明年1分香火钱都不添了？他连出家人都打，现在出去不得连我一起打？小姐别怕，我保护你。不着急，咱们再看看。夫人，这寺里虽都是出家人，但也都是男子。这和尚在这百般阻拦，该不会是那孟婉婉和寺里人有什么苟且吧？施主请慎言，这里可是皇家寺院，容不得如此污蔑。皇家寺院，你少拿皇家来压我。哦，看来在永安侯府眼里，皇家也不算什么了。太子殿下在此，还不跪下！妾身无心之言，还望太子殿下赎罪。那就是太子，怎么没见张云跟着他？无心之言，无心已如此不敬，有心岂不是要造反？殿下饶命！永安侯府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啊！哼！来人，拖出去掌他们的嘴，直到3更为止。3更？那不是要打5、6个时辰？脸都皮开肉绽了！殿下饶命啊！惹殿下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起驾。这太子还挺正义哈。孟施主，今日过节，主持妙诀大师派人送了灯来给施主赏玩，还望施主喜欢。我？为什么送我？机缘如此，不可说破。哇，月姐，你快来看！小姐，请问你真是好运连连？是啊，难道我真是天生好运体质？肯定是。走吧。起轿。殿下，林聪等人已恭候多时。臣恭请太子殿下圣安。殿下，帝君病危，中宫已戒严，请您示下。
侯夫人，你终于回来！妈呀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不小心摔的。孙公公，您深夜前来，有何事？陛下病重，贵妃身体抱恙，召官眷贵女进宫侍疾。不对劲，帝君病重不是1天2天了，忽然半夜叫人进宫侍疾，只怕陛下是要不行了。贵妃这是要把我们都扣在宫里做人质。陛下未曾废太子，丽贵妃和太子之间必有一争，此去凶险。万一我有个好歹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孟婉婉那个小贱人？孙公公，我去祈福的路上，失足从山上滚落下来，浑身是伤，实在是无法去侍疾。何况我这副模样，恐怕会污了陛下和娘娘的眼。在京的王侯伯爵家眷就没有不去的，你是要抗旨？我们侯爷有一爱妾，让他替我去可好？笑话，别人家去的都是正妻，你家就出一个妾。他腹中可是有我们永安侯府的唯一姑妾，在府里地位非凡。已是3更夜，不见客了，施主还请回。哎，你贵妃有旨，谁敢不从？半夜召我进宫侍疾，太诡异了。中宫一定是出大事了，此去凶险，玉芝跟着我进去只会受我连累。还有张云，他在太子身边定有危险，好歹缘分一场，我得想办法提醒他别送了命。你去找张云，告诉他出事了。那小姐一个人？放心啦，侍疾而已，我一个小角色，不会为难我的。好，小姐，那你千万要小心。交头接耳的做什么？一会儿进了宫，可不许这样。公公，宫里有没有茅房啊？我肚子疼，要拉屎。你这丫鬟怎如此粗俗？到底只是妾室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人有3急嘛，公公，茅房在哪儿？我们稍等他一下也无妨吧。啊，我憋不住了。真是个歹人，你这样的德行怎配到贵妃跟前？快滚！你一个人跟我进宫就行了。殿下，现在破城门吗？丽贵妃还没有动作，还不到时机。等。那是玉芝，玉芝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家公子呢？小姐，我来通知你，宫里出事了。你家小姐呢？她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小姐被一个太监带进宫了，说是侍疾。殿下，计划有变，直取中宫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支持太子的下场。救命！你是谁？为何如此眼生？你是谁？为何如此眼生？妾身是永安侯的妾室。你是永安侯的妾室？说，你和司行云是什么关系？娘娘，我不认识什么司行云，还敢狡辩？你身上带的是先皇后的玉佩，司行云的随身之物。
帝君驾崩了！帝君驾崩了！时候到了，孙公公，把这贱人拖出去就地正法。我看还有谁敢勾结太子。大家就让所有人看看逆贼的下场。杀！杀！娘娘，禁军统领林冲开了宫门，太子已经杀到门外了。林冲，怎么会这样？林冲，你这个叛徒！笑话！我从头到尾就是太子殿下的人，是你自己狂妄轻敌。压下去。恭迎新皇登基。没事了。星楼，大胆民女，多番挑衅，对帝君处处不敬，按律当斩。饶命啊！我不知道他是太子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晚了。斩！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姑娘先在此处好好休息。现在宫里乱得很，待尘埃落定，殿下会来看您的。我睡了多久？外面什么情况？你昏睡2天了，外面也没什么情况，就是小姐你男人登基了。不是吗？一切都是真的。张云这个王八蛋还骗我说他不是太子。小姐，这不好吗？有了靠山，咱们以后不用再受制于侯府了。玉芝，你没见到宫变的场景，活生生的人说杀就杀，太可怕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姐，你受苦了，我就不该让你一个人进宫。就算多一个你又怎样？我们这样的无名小卒，在皇权之下就像蚂蚁一样，随便就能踩死。我才不要成为皇城后宫的一员，以我的脑子，一集都活不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收拾东西，溜。今日登基大典，不要乱跑。怎么，现在怕我了？帝君圣安。你不必跪。陛下，登基大典即将开始，众臣已经在殿外恭候。陛下。陛下，
我还是永安侯府的人，陛下这样于理不合。如今天下都在朕手中，朕说你是谁，你就是谁。在空文寺时，你可没在乎过礼法。别怕，朕会安排好一切。小姐，还溜吗？溜，非溜不可了。做侯府的小妾还能想办法跑，做皇帝的小老婆这辈子都要被关在这里。老板变老公，一辈子下不了班，还得提心吊胆，别被裁员裁到地府里去。哪有在外面吃喝玩乐快活？登基大典结束后，要出宫的人应该很多，先探探路，看看哪里有机会混出去。那咱们出去后去哪儿呢？侯府也不是个好去处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就回侯府啊！躲进永安侯府，他总不能进府抢人吧？新帝登基，公然夺臣妻妾，有违人伦，怎么也能让我狗一阵。那万一小姐你怀孕了呢？哪有皇帝和臣子抢孩子的？让他自己和三宫六院生去。别忘了，我们本来的目标就是继承侯府，吃喝玩乐，有孩子更好。小姐，我看侯夫人那个样子是不会让你这么好过的。我自有让她留下我的办法。况且，如今新帝登基，清算逆党，人人自危，陶贤肯定没空找我麻烦。听说刑场的血把城外的河都染红了，关西王全家被斩，丽贵妃被赐毒酒，还要诛九族，从早杀到晚，能不红吗？没想到殿下这么狠，你不要命了还叫殿下？是陛下。不该议论的就闭紧嘴。孟姑娘，玉芝。朕金城大统，君临天下，整军精武，固我边疆，怀柔四夷，协和万邦，文武臣工，悉心伏笔。若有一心，国法俱在。以明年为圣玄元年，与天下更始。母后，儿臣终于为您报仇了。陛下，请用茶。永安侯府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话，监察司已将永安侯府众人这些年欺男霸女、贪墨钱粮的证据全部交给刑部。星楼昨夜便带着人去了，很好。叫人把这里好好修葺一番，铺地笼、建暖阁。对了，要多点灯，他喜欢灯。奴才一定办得漂漂亮亮，让咱们婉婉姑娘住得满意。孟姑娘，玉芝。小姐，这下坏了。孟姑娘，你好些没？好些了，好些了。你这是去做什么了？哦，抄家呢，顺手的事儿，每一分都进国库了。抄家！我的养老金！小姐，之前的都在这儿了。该死的张云，居然把我的退休计划给抄了，那就别怪我打劫你了。小姐，真的不顾一切也要走吗？我看陛下对你很是珍重，而你其实心里也有他的，对吗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若以后他厌倦了，不再珍视了呢？含冤而死的张皇后，血溅宫闱的丽贵妃，哪一个不曾和先皇举案齐眉？若他只是寻常男人，或许还能好聚好散，可他如今已是帝君，掌生杀大权，与君王相爱，无异于睡在悬剑之下，谁知道这把剑何时会落下？我自问，没有超然的智慧与过人的手段，没本事在皇宫求生，但却市井之中，咱们未必不能有一方天地。你可愿和我一起？小姐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小姐，就是这里吗？没错，我白天看过了，这个侧门是专供官眷贵女们走的。陛下，婉婉姑娘和玉芝都不见了，而且还带走了不少金银。小姐，就是这里吗？没错，我白天看过了，这个侧门是专供官眷贵女们走的。小姐，你确定这能行吗？今日有宫宴，人多势杂，是唯一能出逃的时机，错过这次就没机会了，怎么也得试一试。咱们装作丫鬟跟着出去。
等会儿，陛下有令，严查出宫女卷中是否有人身份存疑。白天没见过你，拿下他。陛下驾到！干什么？不要命了？赶紧把他收起来！贵人恕罪。你果然想离开朕。这些东西在朕身边，你要多少有多少，不过尔尔，何必舍近求远？是不是不满意你住的地方？你的宫殿，朕着人在修缮。在此之前，陛下，不必了，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你从前不这样和朕说话。从前你也不是皇帝啊。朕是皇帝，但你在朕面前，还是可以像从前一样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。那你为什么要抄了永安侯府？区区永安侯府也值得你惦记吗？永安侯府能给你的，朕能百倍千倍给你；永安侯府不能给你的，朕也能给。给什么？不也是当小老婆，成为你3宫6院中的一员吗？你拿我跟永安侯那个糟老头子比，你这里还不如永安侯府呢。我本来可以凭子嗣继承侯府，一个人潇洒快活，而不是在皇城里战战兢兢、提心吊胆。一个人潇洒快活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，你这是不想认账了？给什么？不也是当小老婆，成为你3宫6院中的一员吗？你拿我跟永安侯那个糟老头子比，你这里还不如永安侯府呢。我本来可以凭子嗣继承侯府，一个人潇洒快活，而不是在皇城里战战兢兢、提心吊胆。一个人潇洒快活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小东西，你这是不想认账了？你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还骗我说你不是太子呢。我是太子有什么不好？权力之下，人人畏惧才甘心臣服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想要什么没有？可我也在权力之下，我要是知道你位高权重，我才不来招惹你。可你已经招惹了。放肆大胆！帝君恕罪。退下！你我相识之时，我不是帝君，甚至在你眼中，我也不是太子。可那段时光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可如今你是圣玄帝君，我是一介草民，你我天地之别，君王一怒，雷霆万钧，我承受不起。皇权之争向来如此，若非人人畏惧，如何一统天下？皇权之争向来如此，若非人人畏惧，如何一统天下？可我也不过是皇权之下的一棵草而已。你高兴的时候，我想说什么便说什么。可哪天我惹你不高兴了，你一句话就能要了我的命。我喜欢金银珠宝，吃喝玩乐，但我更喜欢自在安稳。你就这样看朕？求帝君准许我出宫，忘却前缘，一别两宽。一切由你开始，却由不得你结束。李斯，带他回宫着人看管，不得随意出入。这永乐宫里到底有谁啊？李斯公公天天往这儿跑，听说是陛下的心上人。心上人不应该封个妃子吗？怎么还软禁呢？嘘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谢谢李公公，我吃不下。我的姑奶奶，您今天怎么又不肯吃东西？太医给您配了开胃的药，您喝点吧。谢谢李公公，我吃不下。我的姑奶奶，您今天怎么又不肯吃东西？太医给您配了开胃的药，您喝点吧。谢谢李公公，我吃不下。您听话，喝点药说不定就好些了，身体要紧啊。被关在这里，早死晚死有什么区别？哎呦，这可怎么行？什么？3天了，他还不肯吃东西？陛下息怒，婉婉姑娘是心气受阻，积郁成疾，非一时半刻可治愈。你退下吧。是。他还在气头上吗？姑娘她说，早死晚死没区别。岂有此理！好，好，好，人很娇气，心却硬气得很。陛下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朕何尝不知道？婉婉姑娘当时亲眼见到惨烈宫变，还差点被杀。玉芝也说，
他这些时日常常噩梦惊醒，心结堵不如书啊，陛下。叫星楼来见我。有门不走，非要走墙。当然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就这就是你说的好消息？朱雀门今夜值守的人让我调开了，带着你家姑娘走吧。你怎么这么大胆？婉婉姑娘要是真有个好歹，陛下只会更伤心。咱们各为其主罢了。那万一陛下怪罪下来，你怎么办？我自幼跟着陛下，他不会罚我的。出了宫门有辆马车，我会在那里接应你们。小姐，咱们有机会逃走了。我这是饿出幻觉了，还是在做梦？不是做梦，朱雀门的侍卫被星楼调走了，我们有2炷香的时间可以逃走。小姐，你这个时候怎么又有胃口了？不吃饱，怎么有力气逃跑？上车，我送你们出城。快要出城了。这小子这么周到，还给我们准备了银钱，脑子开窍了。十四行云，星楼是陛下的人，没有陛下的授意，他怎么会这样安排？陛下是愿意放小姐走，又拉不下脸，幼稚鬼。小姐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陛下此举胜过世间多少男子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无法接受。他日后将会妻妾成群，再好的感情，在帝王的后宫也磨成灰了。不如趁还没有成念，早日离场。一开始我只是想求子谋生，怎么会发展成这样呢？缘分的事，我怎能预知呢？遇见你之后，我便只有你了。听说江南风光甚好，咱们就去江南吧。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。谢了，保重。好漂亮啊，张云！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就喜欢有酒有肉的日子？月光默默照南山，心上人。星楼去了吗？星楼和婉婉姑娘已经出城门了。陛下放心，星楼一定会保护好咱们姑娘的，只盼姑娘能早日想通，不枉费陛下的一番苦心。他怕的并不是朕，而是那把龙椅。趁这段时间，把剩下该收拾的逆党残余一网打尽。小姐，小二说明日有龙舟大赛，咱也去看看吧。前日你说要去观潮，昨日去了庙会，结果是朝没怎么看，菩萨也没拜，糕饼点心买回来一大堆。明日龙舟大赛，该不会要扛回来一盒香粽吧？那小姐你还不是也吃得挺开心？咱们明天就离开江南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走水路，去蒙州赏花。好啊，听说朝廷立志水匪，水路现在安全得很，沿路的商船也多。
不知道司行云在忙什么。水匪流毒，未有敌止，莫视为纸上之空言也。启禀陛下，蒋西军已整顿收编完毕，厉贵妃余党也已尽数关进刑部大牢，还请陛下示下。上。是。不知道他现在到哪里了。陛下饶命！奴才不是有意的。你有几个脑袋？陛下面前也敢横冲直撞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奴才知错了。我也不过是黄泉之下的一棵草而已。哪天我惹你不高兴了，你一句话就能要了我的命。无妨，只是无心之失罢了。你下去。谢陛下仁慈。李四，星楼有送信回来吗？自上次寄信回来说到了江南后，还未有新的密信。是吗？已经1个月了，如今正是审核的好时节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蒙州看看。陛下，如今大局已定，您不妨也休息一下。微服私访去民间，说不定就遇到婉婉姑娘了。朕是国君，岂能贪图享受，四处游玩？走吧，还有一堆折子没批。朕是国君，岂能贪图享受，四处游玩？走吧，还有一堆折子没批。玉芝，起床，今天我们去游湖，太好了！我想吃莲藕，没问题，我给你买1盆回来。走。昨天半夜才回来，天不亮就又出去玩。不行了，我要休书求陛下放我回去，这活也太累了。大娘，这个多少钱？5文银，这么便宜？如今生意好做，薄利多销。这一片的确商贾众多。自从圣玄帝君登基，咱们这日子太平了不少，做生意的不就多了吗？从前税负重，达官贵人刮一遍，匪贼还要刮一遍，能好过吗？现在不一样了，帝君大赦天下，减免赋税，提拔寒门学子，昨日还宣旨加开恩科了呢。别啰嗦了，小娘子，我这儿还有些不错的香囊，要不要看看？好啊。没想到司行云这个皇帝当得还不错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芒州虽好，不过总还是小了点儿。玉芝，咱们启程吧，回京城好。回京城？玩够了，要开始考虑以后的日子了。咱们在京城盘个铺子，你觉得如何？玉芝觉得甚好。陛下，星楼来信了。陛下，今日婉婉姑娘到灵州了。观潮家庙一共游玩4个时辰，吃糕点1斤，酒1壶，酒后和人划拳，输20两银子。陛下，今日婉婉姑娘抵达蒙州了，赏花2个时辰，吃大肘子1只，鱼腱半斤，酒1壶，又去听戏，打赏戏子，花费珍珠2垛。写的什么？不是吃就是喝，玩的这么花，难道他就没有一刻想过朕吗？陛下，还有一封呢。陛下，婉婉姑娘今日返回京城了，宿在云来酒楼。陛下，臣想家了，臣能不能回家呀？她回来了。李四，随朕出宫。小姐，今日你喝的太多了。玉芝，再来一杯。小姐，你要不喝点茶吧？还是京城繁华，咱们盘个铺子，日后就在这儿定居吧。都听小姐的，我先去给你打水洗脸吧。
跟我来。玉芝姑娘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还真是喝的太多了点儿，居然看到你了。看见我，还想跑吗？不痛，应该不是喝多了，是做梦。是梦便不怕我了吗？是梦才敢和你这样说话。此去一程，开心吗？游山玩水，快活得很。若你不是帝君，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，会更开心。可我是帝君，也是你的男人。你说过要对我负责的，孟婉婉，你这些日子真的没有想过我？有什么好想的？你我相识才2个月，能有多爱？说谎。说谎！你心里明明有我。什么鬼？怎么梦到那种内容？孟婉婉啊，孟婉婉，你就这么饿吗？怎么感觉身上这么乏呢？玉芝，玉芝，小姐，怎么了？你在外面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正打算去给你买早膳的。不必了，今日要去酬神还愿，吃斋吧。还愿？菩萨啊菩萨，虽然我没有成功吃上绝壶，但如今也已是平平安安、活蹦乱跳的自由身，还是要感谢菩萨保佑。顺便再求求您保佑我早日过情关吧，不要再梦到他了。住持，贵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似乎有烦心事呢。这都能看出来。诸法因缘生，施主种下的是善因，就会有善果，顺其自然，则不必苦恼。谢住持开解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今日寺里不对劲儿，我老觉得有人跟着我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？而且我总觉得头晕得很，浑身没劲儿。姑娘，是我唐突了。没事，是我不当心。不如小生帮姑娘补差。不用不用。滚开！陛下的人你也敢肖想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路过而已。如此平平无奇的男子，也值得你故技重施？
就说总觉得有人跟着我，原来是你。你想摆脱朕，也不必找别的男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等下，昨晚该不会……昨晚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你，婉婉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姑娘已有2个月身孕。那她为何忽然昏厥？回陛下话，妇人有孕，偶有头昏体乏是正常，只需好好养着，通常无妨。醒了。我怎么又在宫里？你身体不舒服，我带你回宫，让太医看看。那我看完了还可以走吗？你还是不想留在朕身边吗？你爱游山玩水，朕可以每年带你出巡，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不会将你禁锢在皇城中。说不动心是假的，可是这一步走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可我依然是既无家室又无人马的孤女一个，你要是欺负我，我怎么办？你想要什么样的保障？你给我封个大将军。边疆大事，岂可儿戏？就知道你不会同意。我会封你做皇后。皇后也不过是你3妻4妾的管理者罢了，我不愿意。没有3宫6院，没有其他女人，只有你一个皇后，朕的唯一。可之前的帝君都是3宫6院，你娶一个民间女子做皇后还不纳妃，满朝文武不会抗议吗？我是帝君，权柄在我，谁敢不从？何况我的母亲，恰是因为后宫争斗才早早殒命。我一开始就没打算重蹈覆辙。中宫皇后执掌凤印，可号令禁军，受百官参拜。本朝律法也不可随意废后，还觉得害怕吗？可你要是中途变心呢？我会与你在神佛面前立下誓约，若我纳妃，你可以休了朕，随时离开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需要，无论是作为司行云，还是有为圣选帝君，我都需要。你说的没错，皇权如剑，但因为爱你，这把剑有了剑鞘，也有了挥剑的边界。坏了，被他拿捏得好死。留在我身边吧，婉婉。好，那就用一生来验证你的真心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得去通知内务部，好好操办帝后大婚。我得去通知内务部，好好操办帝后大婚。今儿个怎么这么热闹？圣玄帝君真是亲民爱民的好皇帝，娶的皇后也是来自咱们民间，听说还是在空文寺认识的呢。可不是嘛，现在年轻男女都爱来空文寺求姻缘，想像帝后2人一样琴瑟和谐。父皇，爸爸，母后，你和父皇是在这里认识的吗？可不可以跟我讲讲啊？这个嘛。哇，这大胸肌，这公狗腰，张云，这狗男人怎么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？一切就这么愉快的发生了。走吧，百姓在外面等我们呢。